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咧，我覺得好值得關注嘅問題就係英國嘅經濟其實而家係靠咩去到撐住呢？如果你係香港人，最近幾年移民留英越嚟越嘅朋友越嚟越多，有啲人搬咗去倫敦，有啲人就去咗曼城、伯明翰或者蘇格蘭。大家可能好好奇，英國作為一個帝國嘅強國，究竟佢嘅經濟基礎係點嘅呢？佢係靠咩嚟揾食嘅呢？生活又穩唔穩定呢？未來仲有冇發展嘅空間呢？你可能聽過倫敦係全球3大金融中心之一，啲銀行高樓林立，好多人都諗住入行做金融。但除咗金融之外，原來英國每年喺教育都揾好多錢，國際學生交幾倍嘅學費，養起咗成條嘅產業鏈。再加上英國係一個以服務為主導嘅國家，咁即係點呢？咁即係代表住製造業已經玩完，工業仲有冇咩價值呢？今日喺呢條片入邊，我哋就一齊拆解一下英國嘅經濟而家最重要係邊一邊呢？金融、教育、服務業又係咪真係萬能 key 呢？製造業仲要冇生存嘅空間呢？英國係咪已經太過依賴某幾個行業，經濟太過單一呢？最後你可能會發現，其實英國嘅經濟結構同香港都有幾得意嘅相似位嘅，不過同一時間都有面對住唔少嘅風險。我哋即刻開始。講到英國嘅經濟，金融業一定係成個嘅核心，特別係倫敦金融城 City of London 真係一個可以用黃金地段形容嘅地方。你可能唔知道，其實金融業一向都係英國經濟嘅金蛋，唔單止貢獻超過8% 嘅全國 GDP， 佢仲提供咗幾十萬份嘅高薪職位。究竟英國嘅倫敦點解咁勁呢？原因有幾個嘅。第一，佢嘅地理位置超正，介乎於美國同歐洲之間，所以時區啱啱好。第二個，英國有幾百年嘅銀行業傳統，從殖民時代開始已經處理咗跨國嘅資金。仲有一樣嘢唔好忽略嘅就係佢嘅法律同金融嘅制度相當之成熟，對投資者嚟講梗係有信心啦。但係就算係咁講得好，依家嘅倫敦金融業其實都唔係冇壓力嘅。脫咗歐之後，有啲嘅銀行、投資銀行都轉咗去巴黎、法蘭克福，因為要保持住歐盟內部嘅牌照，唔可以全部都喺倫敦度做晒。而且金融業太過集中喺倫敦，搞到英國南北經濟嘅差距越嚟越大。倫敦富，但有好多北面嘅城市就反而冇咁多嘅機會啦。再者，金融業雖然好做，但係一遇上經濟嘅危機，好似2008年嘅金融海嘯，或者近年嘅加息潮，都令到成個國家一齊跟住震。仲有一個問題好令人值得思考嘅就係英國會唔會太過依賴金融業呢？就好似香港咁，一個產業養晒成個嘅城市，短期睇起上嚟好似好有效，但係長期嚟講就唔係咁穩陣啦。當然啦，英國都識得走位啦，例如推動 FinTech、綠色金融等嘅新興領域，但係挑戰係點樣可以保持國際競爭力之餘，又唔會變成一個只係靠金融單一經濟體。講到尾，金融依然係英國好重要嘅王牌，但係要打得遠就唔可以淨係靠呢張王牌。除咗金融業之外，其實你會唔會即刻諗到英國嘅教育呢？都係一個超級之揾錢嘅行業嚟㗎。英國嘅大學聞名全球，英國嘅大學聞名全球，成日上世界排名嘅前10。牛津、劍橋自然唔使講啦，仲有倫敦嘅政經、UCL、帝國理工等等，全部都係國際學生心目中嘅 dream school。咁但係呢啲嘅大學除咗知識嘅殿堂，其實同時都係一門大生意嚟嘅。你知唔知道國際學生每年為英國帶嚟咗成200幾億嘅英鎊經濟貢獻呢？唔係淨係學費咁簡單，仲要包埋住宿、日常生活開支、旅遊，甚至係親友探訪帶動嘅消費。而且你諗下，英國嘅大學生學費大約係每年嘅9000鎊，但係國際學生通常都要交2萬鎊、3萬鎊，甚至係更高添。而且多數都係1年咁樣俾晒。咁樣一嚟，對好多個大學嚟講，國際學生其實就係收入嘅主要來源，係真係嘅金蛋嚟嘅。香港嘅學生其實都係主力群眾之一啦。近年仲有越嚟越多嘅內地、印度學生，數字仲一路飆升添。不過呢個市場睇落好似好好賺，但係實質有啲風險嘅。第一就係政策唔穩定，例如近期英國政府就開始限制國際學生帶家屬過嚟，令到帶嚟嘅人都考慮其他嘅國家。移民政策嘅收緊就會直接影響申請嘅數量。第二個就係過度嘅依賴啦。如果未來某啲個國家轉差，又或者中英嘅關係再度緊張嘅話，學生又會少咗，學校嘅收入亦都會即時受到影響。好多個大學而家都要開始諗 plan
MB， 揾方法去 diversify 收入嘅來源。不過好消息嘅係，英國嘅教育制度同埋質素依然都係咁有競爭力嘅，而且仲好識推廣自己添。成個嘅高等教育產業鏈係英國少數可以出口服務嘅強項，仲可以屬於高附加值嘅行業，真係算係國家級嘅產業嚟嘅。所以可以話嘅係，教育業喺英國經濟入邊一個好重要嘅金蛋，夠穩夠吸引，但係要養得好就要睇政策穩唔穩定，市場穩唔穩定啦。頭先就講完金融，又講完教育，大家可能開始發現英國嘅經濟好似集中喺某幾個行業，尤其係服務業。咁其實整體嚟睇落咧，英國個經濟咧係咪已經太偏向單方面嘅發展呢？事實係英國有超過80% 嘅 GDP 都係嚟自於服務業嘅。咁乜嘢係服務業呢？除咗金融、教育，仲包括零售、餐飲、地產、法律、醫療、旅遊等等。簡單啲嚟講就係同人打交道，提供服務，有交易但係唔製造實物嘅行業。咁聽落又好似唔差喎。現代社會都係靠服務業噶嘛，冇錯。但係問題嚟啦，製造業呢？你可能唔會相信英國嘅工業革命嗰陣時係全球最強嘅工業大國，嗰陣時有鋼鐵、有船、有火車、有紡織，超強。但係而家呢，製造業大概剩翻9至10% 嘅 GDP。好多人聽到會話吓，英國仲有咩工廠喺英國啊？其實有嘅，等集中喺比較高端啲嘅專業領域啦，例如航天嘅航空啦、Rolls-Royce 啦、汽車啦、Mini 啦、Jaguar 啦、製藥啦、生物科技等等嘅，但係整體規模都相對比較細，亦唔係普通嘅打工仔可以輕易入行。而且製造業多數都集中喺英格蘭嘅北部 Wales 以前嘅工業城市等等嘅地方，相比起倫敦同埋南部呢啲地方嘅失業率通常都比較高啲，基建又舊，發展相對都比較上少啲，所以成日都有講話英國有嚴重嘅南北差距，其實就係咁樣解釋啦。因為產業嘅失衡，究竟又會啲咩問題呢？第一，經濟嘅抗壓能力低，一旦服務業例如旅遊、零售出事咁樣，好似疫情嘅期間，成個國家都好易陷入困境。第二，社會嘅階層越拉越高，高學歷有資源嘅人都集中喺服務業嘅精英，而傳統嘅藍領工作失去咗工作之後咧，好難再揾到穩定嘅收入。所以咧，有人講話英國要再工業化，唔係叫佢翻去大量嘅低技術工廠，而係重新建立一個多元結構產業嘅地方，至少唔好淨係靠樓、靠金融、靠外國嘅學生。不過講到尾都唔係咁容易，因為轉型都需要時間、要投資、要政策嘅支持。英國會唔會行得翻轉頭呢？就要睇下未來幾年政府點樣諗啦。嗱，今集咧就同大家深入討論咗英國嘅幾大核心產業啦，包括金融、教育同埋服務業啦，仲有傳統嘅製造業。大家有冇發現個經濟其實依賴嘅主要係幾個主要行業呢？金融業。倫敦金融無疑係支撐經濟嘅最大支柱，唔單止金融業全球領先，仲為國家帶來巨大嘅財富。但係過度依賴金融業亦都帶嚟咗風險。從脫歐之後，金融業嘅未來就唔係咁確定啦。至於教育，英國一直都係領頭羊，國際學生嘅市場幾乎成為咗金蛋，亦都有風險。政策嘅改變、移民嘅改變，甚至係對國際學生市場嘅過度依賴，都係未來可能會影響呢個市場嘅最主要因素。咁講翻呢個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啦，服務業佔主導嘅地方，然而製造業亦都係慢慢式微嘅。英國經濟唔可以永遠只係依靠呢一兩個行業，唔可以只係靠樓市、金融同埋教育業撐住，而製造業咧，無論傳統嘅工業或定係新興高端嘅產業，都需要政府、企業同埋社會多方面嘅支持，唔可以咁樣擺埋一邊嘅。咁究竟英國嘅經濟會發展成點呢？可以話英國未來嘅經濟挑戰都唔少嘅，例如點樣克服呢啲產業嘅單一化，點樣處理南北嘅差距，或者係如果要保持金融業嘅競爭力，又點樣去平衡其他行業嘅發展呢？最重要嘅係英國都要面對全球化嘅挑戰，技術發展同埋內部嘅調整之下，都有好多嘅調整同埋創新，唔單止保持傳統嘅優勢，仲要推動產業嘅發展，創造更加之平衡同埋持續嘅經濟。所以話英國經濟依然有佢嘅黃金機遇，但係絕對唔可以只靠一招。如果英國能夠可以應付得好嘅話，相信唔單止可以走出而家嘅困境，仲可以為未來創造更多嘅機會。好啦，今集嘅分析就係咁多，大家有冇新嘅體會呢？你覺得英國未來會走向更加多元化，定係會繼續優化現有嘅行業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你嘅支持就係我最大嘅鼓勵。好啦，下次再見，拜拜。